你可知主何等渴望你来亲近他吗？你可知主何等乐意向你倾诉他的心意吗？主说：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只要你来到主的面前，聆听神的声音，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今天主就要使你重新得力。